桉树的树木修剪工作在国外是被视作是10大危险行业之一，因为要使用电锯这件事情，危险的工具。电锯你光是站在地上用就很危险了，何况是要带到树上去使用这样子。但是目前我们是还没有遇到过，因为我们还蛮注重安全这件事情的，有关于电锯啊什么的。我遇过最危险的事情是，我那时候还不是攀树师，但是我就是已经在做树木相关工作，刚入行没多久，然后我们就是去溪头有一棵大叶桉，大叶桉是一种树，要伐除，因为它整个死掉了。然后溪头有一个很有名的水池叫做大学池，不知道艺人有没有去过？没有。然后那个水池上面有一个木做的桥，大叶桉长在那棵桥的旁边，所以如果你直接把它从下面砍断，然后倒下来是会打到桥的，就不能这样子做。所以我们必须爬到树上去，然后一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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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它切下来，慢慢放到地上，这样就需要攀树师去做。那一次就是，因为大叶桉很粗，那一颗大叶桉比这个桌子还要粗很多，一个人可能围不起来，这么粗。然后因为木头其实很重，对，然后在做移除的时候，我们会用一个技术叫做 rigging， 英文叫 rigging， 就是你要绑好绳子，把切断的木头慢慢放到地上，不可以直接让它掉下来，掉下来就会砸坏东西嘛。然后在 rigging 的时候，因为木头太重了，然后那一条 rigging 的绳子就被弄断了。断掉了，那个木头就直接砸到地上，然后断掉了的那个力量其实很大，然后那个 rigging 的绳子就往上弹，然后弹到我的学长这样子，就不是人掉下来啦，但就是有被弹到，然后他这边就是有受伤，但皮肉伤而已，就还好。对。